后来过来，这是卫福部的公告，每年全台湾各县市上低生活费的标准，也就是俗称的贫穷线。以台北市来讲，调悬了的标准，每个月上低生活费是17668块。若是规家伙的收入，一个月无到25000，就算是中价收入户咯。 伫台北市生活，每个月要有偌济钱才有够用。我觉得要5万，可以活得比较不那么卑微的话，想买什么或吃什么，我觉得应该要有这个价钱。一个月少说要4、5万，像小朋友一个月的话，我们起码要花5000到1万。物价悬，和台北市生活费嘛对咧变悬。卫福部公告，每年各县市上加生活费标准，台北对17005块提悬到17668块。 新北市、高雄市、台南市嘛拢变悬，敢若台中市、桃园市无调整，中价收入开标准嘛对咧变悬。以台北市来讲，就提悬到25241块，嘛就是讲，若是家庭总收入分互全家人用，每人每个月敢若有25241块，安尼到明年恁兜伫台北市就算是中价收入户。 当然，台北市的因为所得比较高，所以那条贫穷线呢就会拉得特别高。可是我刚刚讲过，不管低收入户或者中低收入户，还有另外2个条件需要满足，一个就是动产，一个是不动产。另外，台湾金融研训院对个人做金融生活调查，发现竟然有3成的民众存款无到5万块，有2成的民众伫一礼拜内底无法度赚到10万块，薪水普遍拢无增加，生活费却变悬。 搁加上，毋是每一个人拢有欠钱的观念，民众恐惊嘛爱等年烦恼，家己是毋是离善食人的标准搁较外近。